秋天是农产品大丰收的季节，嘛是做餐人一年辛苦的成果验收。这几个少年人返去故乡咧做田，差不多已经5冬以上啊。伫咧即摆农村社区当中，算是真罕咧看到的。伫咧彰化有一阵青龙，拢是对都市转来，因一个一个拢伫故乡种出好成绩，找找台湾好滋味。咱来看因种啥物好食材，嘛看在地妈妈安怎做出好料理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